大埔宏福苑火災呢件事情發生咗之後呢，驚醒咗好多人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就係如果當不幸突然間發生喺我嘅身上，我心愛嘅屋企人點樣可以喺最短嘅時間之內攞到我名下所有嘅遺產呢？如果你本身嘅資產大部分係以現金擺喺屋企嘅話，咁當然冇所謂遺唔遺產呢一回事啦。你屋企人係可以隨時攞嗰啲現金去過佢哋嘅生活啦。但係大家都明㗎啦。見到大埔嘅火災咁恐怖，家園喺好短時間之內盡毀，你仲夠唔夠膽擺咁多現金喺屋企啊？如果你啲資產係以現金嘅形式擺喺銀行啦，又或者係一啲物業啦，咁所有呢啲咁樣嘅資產都會變成遺產，咁就要經歷一個遺產處理嘅過程，短則3至6個月，長則超過1年，你嘅屋企人先有機會可以承繼到你嘅遺產。如果你有訂立遺囑嘅話，咁你個屋企人就要去申請一個遺囑認證啦，又或者去翻一啲相關嘅律師樓去揾翻嗰張所謂嘅平安紙啦。咁跟住再向相關嘅法院申請，咁呢度都係要耗費幾個月時間嘅啦，甚至1年嘅時間。咁亦都要俾一啲相關嘅律師費啊，又或者係法院嘅費用。最慘嘅就係，如果有一啲家屬唔滿意遺囑嘅訂立內容，可能就會引起一啲爭拗，甚至會對簿公堂，亦都會延長咗相關嘅家屬攞到遺產嘅時間。另外一個比較極端嘅情況就係，如果不幸走咗嗰個人，佢本身係非常熟悉及認可區塊鏈技術，亦都走在潮流尖端，佢將部分嘅資產一早擺咗喺區塊鏈裏面。咁佢走咗之後，如果佢個屋企人知道相關嘅私約，亦都知道佢硬件錢包嘅相關密碼，咁佢嘅屋企人就可以隨時攞走佢放喺區塊鏈上面嘅加密資產。當然啦，呢度涉及到一啲好重要嘅環節，就係走咗嗰個人要預先將非常重要嘅一啲私約，又或者硬件錢包嘅密碼，預先話咗俾佢信得過嘅屋企人聽。呢個未必係會咁易做到咯，即係話等於你擁有嘅傳統銀行戶口，你預先俾你最親密嘅人或者你最信得過嘅家屬知道相關嘅銀行卡密碼，同埋你俾埋張銀行卡佢可以隨時轉走你所有嘅資產。咁我覺得呢樣嘢未必話會喺生勾勾嘅情況之下會咁樣去即係將自己所有資產嘅擁有權去俾晒屋企任何一個人咯。可能自己都想始終都想去保留一啲自己嘅擁有權咯。同埋亦要考慮一個問題，就係你嗰個硬件錢包擺喺邊呢？如果擺喺屋企嘅話，有機會遇到火災，咁咪會有機會冇晒咯。如果擺喺銀行保險箱嘅話，嗰個銀行保險箱你先可以入去噶嘛，咁你係咪要一早授權埋你信得過嗰個家屬都可以喺冇你嘅情況之下入去呢？所以呢個亦都係涉及到一啲銀行保險箱完全授權另外一個人喺冇你嘅情況之下都可以自出自入嘅問題啦。第三種方案，亦都係而家越嚟越多人普遍會接受嘅，就係將佢哋主力嘅資產擺喺一啲穩健可靠嘅保險儲蓄計劃裏面。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睇中嘅唔單止係呢啲儲蓄計劃嘅現金流啦，又或者係一個穩健持續嘅資產增值潛力啦，更加重要嘅係現今大部分嘅保險儲蓄計劃咧都自帶信託功能。